一直待在拉萨，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日光之城。双休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各种运动，徒步、自驾、露营、烧烤，各种活动我们都喜欢参加，很喜欢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。这个班来说，我们其实有20多个人，大家都来自就是不同的行业，然后但是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青年，每个人都有真的是很多优点，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。这样的话也把我们的生活也充实起来了，然后而且就是更能拓宽我们的知识面，提高我们的认知力，对我们以后真的是职业，不管是职业和身份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。